即个台语你敢拢会晓？台语是电视，台语是翕相机，摄影机，卡梅拉。台语是荧幕，台语是点控荧幕，点入荧幕，触控荧幕。台语是主机，台语是主机棒，台语是起盘，拍字盘，台语是骨齿，台语是音响，喇叭，台语是耳机，台语是哪个耳机，台语是无线耳机，台语是大耳机，台语是转台器，电视阵仔，遥控器，切仔，雷摩控，remote。倒一个词是你今仔日学会晓的，也是本来就会晓，下骹留话互恁来知。